哥哥1到10分给他几分？10分。哇！哥哥1到他过了，你要不要？烂得高吗？我们先下好离手了，但是我们要派出一个勇者，派出几三路线。哥哥做的料理你吃到后生吗？懂后生啊！哇，他又要哭了，这根本是艺术品，这可以在故宫卖了。哎，唔盘这形容个啥咯？那你就带回去啊。没救了。他头很难剪。他说你的头很难剪。你的那个馄饨皮很难包啊。那你知道哪些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来宾走在紧拱紧手？他手数模停下来。而且真紧嘞，真紧。一嘎子住，清水鸡。哦，不米款的请饭鱼。哎呦，他都可以抹街啦。哎，今天今天动重要，咱讲吼，非常的紧切咯，因为唐讲根本嘅预来正妹来到现场嘞。啊，跟老你有嘛相关？比你还正，那是不是超正？那跟你有什么相关？哎，跟他有关。Hello。啊，不过呢，既然你按朱聪形象，对啊，你也好歹帮雪玲姐帮忙整理一下。那你看一下，哎，跟 Q 那跟你有什么关？好啦，不过呢，先到培养到今天的评审欣赏，第先到培养到嘅系你啊，子龙师傅。各位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龙。大家来看下费冲这样嘅刘雪玲刘师傅。宝贝，你大家好，来，雪玲。大培养到风吹嘅沉水站喺來自苗栗太湖嘅標誌露台，李婷婷以及賴國強，歡迎。正妹來啦！跟你說，你為什麼那麼臉紅？你們介紹一下你的關係。我覺得你很好笑。你龍沙走大馬灌起啦。好了，等一下再聊啊，志龍哥沒空。我看下白天聊最係類似突然白得了，記得係表姐妹李仲宋鳳，還有翁秋蘭。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有理髮呢。今天全部都正妹，紅彩妹妹哦。真的，來先來聊一聊，哎，問小給一下志龍哥。你自己介紹，你自己介紹。這個呀，一張啊露模，一張啊露台。這樣，婷婷是你的親妹妹，是有血緣的嗎？應該係搶到爸爸媽媽。傳說中啊，苗栗太府嘅姐妹都很漂亮，這真的不是傳說。而且我記得這個阿志龍哥呢是非常非常下格嘅妹妹。就是國中的時候很想要個隨身聽，然後後來哥哥那時候剛出去工作，然後我跟他講，然後下一次的時候他就帶給我了。哇，你就記到性灌毒，你看。真勁，哥哥1到10分給他幾分？10分。哇！哥哥1到，他出來了。婷婷有想到哥哥會這樣嗎？我沒想到。那你知道他喜歡 Hello Kitty 嗎？我知道。志龍哥真的是一個很感性的人，給真勁他也很好哥哥哈，對不對？博強也有感覺吧？有。動腳骨啦。對啊，好啦，這個博強是保險經紀人。對。哇，還懂專業。那你自己會做菜嗎？問到重點了。對啊，我會煮飯。哦，你說煮白飯嗎？白飯。馬英唔會。然後還有不容易。不容易的，一定不容易。還有泡麵。哦，大概知道那個水準呢，大概知道。大概地嘞，所以今天真的要靠婷婷了，好不好？沒有，真的要靠志龍師。好了，好聊太多，聊太多。因為風水哦，今天係凍定嘅上，我們的故事等一下慢慢來了解。對。但是藍隊今日就帶好些的來了哦。今日帶了板粽哈，切開拍嘅哦。哎，你客家人做嘛計劃安樣咯？哎，你客家人做的啊，客家人好打板呐。你要板粽吼，我哎那個寫令這是錯的。評價一下，你覺得他做的這個板粽，而且是素的哦，應該係上面做齋嘅板粽啊。當然做啥？上面做齋啦。但是它香氣又辣哦。然後是，來象棋動作，買的白是提白粽。哦，提起白是做的很容易哦。啊哦，你們真的要緊張了。你們打個板粽回答。哎，提白好啊，白嘟嘟嘅之後，我就想講，打款啦，哎，做款啦啦。韓國喺龍沙不但搶動會做板之外哦，還非常有愛心。龍沙糖工都可以志工，做我1到6都有志工。我今天是今天下午是在區公所啊，我
向我老公去让他台办。哎呦，正常办案的做呢。我两公婆全部做志工啦，懂游戏。我做福高啦，做区公所哈，做儿童美术馆，三元宫，很多啦，很多地方我都有在做志工。啊，像咱阿姐妹係做志工，我係做社区嘅从业环保志工，还有爱心餐，还有关怀老人。嘿，刚刚讲到这关键字就叫做爱心餐，给党业主啊，婷婷啊，没有，我们这边参赛者有3位哦。是我这边唱懂。对啊。好啦，今天让大家好好表扬哈。没问题。但是我们应该有先知会你们，做菜之前要先玩游戏吧？有吧？有了哈。我们保险经纪人平常都要跟客户玩游戏。哎，那个是划拳吧？好啦，利用组都已经没问题了哈。大家正式开始料理之前 ，Andy 先来 PK 一下。向前变看啊！这一关我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两厨料理的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的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不卡人之间的团结合作，那是当重要的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都大家一关，你有的 PK 嘛？该呢？请问一下博谦。系啊，做出来细节咯，就听我非常的观察，所以你遐讲嘅考验就係目睛紧看详细。那就是个规则咯，分做2只配合吼，2嘴拎定来起线，另外一嘴吼负责来弹。那3个试吃品当中哦，有2只係挑木係強壯嘅，另外1只係冇強壯嘅，所以我们要猜出那个不一样的那个。好，我们先猜拳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你变有拍到他变拳吗？我刚才女明星冷到生不出来。好了，很硬哦，还挺紧张的啦。我冷到生不出来啊！再一次嘛，剪刀石头布 ，yes！ 你们先布啊。我冷到生不。好，你一张好，学姐赢，那你先攻还是后攻？你们先吃。好，那你付一枪我挑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第一组就各就各位喽。好，来，这样所以准备好嘛？准备好嘞！铁皮哈，本你就教的游戏嘿。头发豆蜜饯，哎呦，咸酸甜的紫米哦，有2种係辣的，一张係正宗的。所以你的团呢就是不辣的喽。嘿，错，就紧凶诶，紧紧诶，tomato 蜜饯该加。好，没问题，就先来吃给我们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先从绿灯开始。是喽。好的，哈，看清楚。所以咋哈？你有点辣吗？我请酱哦，一口吃。你盲血毛真的是闭起来的。会辣哦。嘿，算吧。所以嘛，蒜又甜又辣喽，按好吃喽，真好吃嘞。来吃豆腐，没有吗？看起来没有。好，温博谦。结束了哦。好嘞，而且要真的辣哦。朝天辣。OK， 太好了。张博谦加油，贵点呗哦。辣了講哦。少来，你少来，少来了。木竹，下一个，好恐怖哦。这个是辣的，也有挑歌的，这是辣的。有敬业吧？自己帮自己掌声。好，秋兰姐，哎，我们等下有胃药吗？你可能也需要胃药，姐姐。我看，先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辣椒。让我口不戳的。他好像是真的很辣，是真的辣，他真的很辣。只会小学家也这么久。你也摸准备过我们有答案了吧？应该是第一个吧？应该是第一个。马改，因为是有团马莎很紧张感。我跟你说，如果秋兰姐她没有辣的话，那我真的要颁影后给她。真的哦，她太厉害了。看有什么客家大戏推荐。她太厉害。演哦。哎，眼泪都出来
改耶，这太真了吧？还想盖回去？好完整的戏哦。第一个嘛，第一個沒來咧。好，我講呢啲我排出幾沙來證明一下，直接直播這樣。合家歡的節目你去吧，因來為保險經紀人。你唯一的男生，來，你敢吃辣嗎？敢吃辣，這個來一口吃，一口吃。這個比較辣，他敢吃辣。有辣嗎？有辣嗎？告訴我有辣嗎？Yes， 我們贏了，沒有辣。正確答案係滿英色豆整湯哎，卡數。耶！所以我們其實是真的正常的事，我們是正常反應哈。秋來，秋蘭姐辛苦了啦。對呀，好了，不過那一關呢發電一共立鳳吹答對就得到1分哦。我們現在呢來第2回合。好，是睇嘅回合嘅以後哈，你一下換做民主黨係有是回合嘅啦哈。好，準備好嗎？走的。好，睇看一下質量高，記得會搞乜嘅？天意飛行呢，我請大家說人家親友客家代表性呢客家擂茶。其中呢有2筆呢係客家鹹，東鹹。客家鹹係東鹹哦。有這種鹹叫做客家鹹，超鹹。這是東超鹹鹹。一筆呢係正常的，人家個團款呢滿顏色都正常的。天哪！好，兩下槍，學姐現在開始。冇問題。你應該不怕鹹吧？是我怕什麼鹹？我血都鹹的。你唔落去。呀，這個要洗腰子，你會負責嗎？我們現場餵藥，我剛吞2顆了。開始了。加油！哦，2/3很好中哦。你唔落去。等下，我已經是算是客家鹹。you 哦。真嘅等下。但是我跟你講，他是演過戲的。對，我演技。好，博強換我。博強吃太鹹會落髮哦。鹹甜都可以表演，不一定要比較很鹹。整杯。好不好？好喝。味道蠻特別的。我跟你說，可以喝水嗎？他真的是用，他真的黑油，然後有，你們是有加醬油啊？好，我覺得民主口內係他們，不過他先待定。來，水木一家婷。換我。嘿。等一下，要拍誰下豆哎？這是不是關鍵啊？是嗎？真是母中庸哦，一樣啊。整杯哦。沒有，你眼睛先閉，什麼意思？一口就好，不是因為聞。好，你係就想法，不過現場你兩沙講哎，請問先馬上係真凶感。對，我覺得民主一定係哈妹。講摸哈妹啊。那曲都講婷，她有一點演太多，而且它偏甜。你看，我們3杯都甜的。3杯是雞哦。那我們1、2、3講出來，你喜歡寫馬莎係真凶感，1、2、3。東岸的黑博強。你電動喜歡寫博強，講了半天。宋鳳阿姐，你喜歡寫馬莎？我喜歡寫婷。那秋良阿姐，你喜歡寫博強？那我加1票。哥哥做的料理，你吃到後生嗎？當後生啦。哇，他又要哭了。人家攏冇寫得較重要喎。唔會啦。唔係海鮮當日就所以較重要，因為南國同埋咩食相重要。宋鳳阿姐，你喜歡寫馬莎？我喜歡寫婷。那秋良阿姐，你喜歡寫博強？那我加1票，我選婷婷。你們真的沒有人要選我嗎？你真的太鹹。好，我們先下好離手了，但是我們要派出一個勇者，派出幾三。來，說我很鹹的那一位。剛才一直叫我乾杯那一個啊，你不是說要先喝別杯嗎？進我的胃。好，加油！要不要幫你加點糖？加油！厲害！哇！哦shit！厲害！強妹！那你還不會猜對的？我們的他也得不會鹹呢。但是我覺得雙鳳姐很好奇，到底有幾鹹？沒有，你比較好奇，因為你是你猜的。你不要上當哦！一口乾哦。我是過壁啦，是第一口那。你不要上當哦！雙鳳姐這雙標。剛才是誰叫我一直要多喝幾口？真的，很鹹呢。你沒有演的，哎呦！讓我是第一就好，我冇事。天哪！
你们是想保存多久啊？要让啲鹿做喊出来吗？好啦，第一件事就係講啊，冷水就攤長咧，所以各得1分。好，不過呢一比分呢，鳳水到南水各得到1分。唔過稍後來看一下子龍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來留睇自家分享呢。主廚素魯菜。子龍講呢，今日一定要好好嘅表現下，加條條一堂甜甜講哦，當叫冇識到嗰個做嘅好料理咯。故時呢，今日要查批下，睇到嘅菜名的嘛。今日要做嘅菜係黃鶴樓飄客香。哇，好有詩意哦！它是很久沒有出那麼長的名字的菜了，真的是為婷婷而來。動身嘅店下就讀書哈。主要嘅食材都係有客家嘅蘿蔔絲，好，各位西谷米、糯米粉、素薯粉。各位呀，海洋係下邊，各位番薯要整過嘅，各位呀高牛，各位呀係香菇。黃鶴樓就是故人西辭黃鶴樓，所以有一種思念的感覺，所以就客家米是有思念的感覺，油脂有一種回鄉的感覺啊。他又要哭了，怎麼今天沒有紙巾在這？冇啦，又唔會叫嘅嘛，我叫。接下來就先到準備，其實就係。客家人的菜包的一種啦，啊來做成黃鶴樓的形狀啊。哇！我菜包冇應該番薯哈。番薯包會面做。啊，番薯包。那個外皮係番薯皮吧？係啊，就外皮係番薯。哦，真的。你等下就要用西谷米那種外皮。因為我假使係講只有不用一般的糯米粉，哈，冇辦法成型，佢會黏到個模型蛋糕，嗰個其他嘅口感強黏，唔會有口感，我標一些西谷米落去就會有口感。我記得糖都人講緊西谷米做，但是要比例唔會當多。一定要沒菜包。先經過水啊！先經過水，咱們釀。先你就要人係切一香菇撈，嘅蘿蔔絲，等下係炒高苗，即係客家人菜包嘅料嘅，安尼嘅。呀，係先做一皮一片，好糯米粉較多，好糯米粉較多。主要係糯米粉啊，只係我講我要粉係要調比例，所以就唔按樣，嗰個唔按樣。係啦，唔按樣。嗰個呀素薯粉，大家皮會較結，嗰個呀番薯，一整個一樣咧。哦，我諗切香下就炒。切到去，就將安尼做出來嘅菜包就有啲啲安尼黃黃，就黃鶴樓。哦，就按你來名。顧名思義，有些黃黃。顧名思義，按你講起來，要做個用嘅係嘛？跟住飯瓜哈。飯瓜咩都得，飯瓜咩都得啦。好了，看一下。它的加掉水。師傅就係師傅，慢慢嘅來咯，就打湯到水做唔得咯。係啊。我要加嚟溫熱。上面做白米係用嘅啦。係啊，做嘅我飯瓜嘅。只是老家嘅皮嘅成分，老一般都應該包嘅較唔同樣安尼。係啦。加人來先炒料嘅哈。唔過婷婷當叫冇識到哥哥做嘅料理嗎？3個小時，就剛剛早餐就食過。哥哥做的料理你知道後生嗎？當後生啦。哇，他又要哭了。你看，1到10分，開始10分，又得到10分了。哥哥身材1到10分，10分，永遠的10分。會不會太多？永遠的10分了。來。那哥哥應該又做出來，哥哥應該又做出來做工業食過啦。有啊。你做乜該你挺好食嘞？來1、2、3一起回答，妹妹最喜歡吃什麼？默契大考驗哦，兄妹默契大考驗。你做的最喜歡的一道，最厲害一道。婷婷要一起回答，是最愛吃的哦。應該是我們一起猜，我們兩個最喜歡吃媽媽的菜。好，來嘍，來嘍！1、2、3，搶攻！哇！會不會這是你有偷對過的？沒有，我們沒有對過下題啊。因為我從東灣嚟摸。看到咧廚師有嗰種嘅有獎徵答哦。係啦嚟講啊，客家諺語、客家話講，直接說，喺比喻上嘅乜嘅 ？A 愛插花冇禮貌 ，B 貪得無厭 ，C 任人差遣使喚。好，誰最厲害？你們藍隊要派誰猜拳？秋蘭阿姐好嘞。秋蘭姐，那我們紅隊呢？
婷婷，好，那这我先讲。剪刀石头布，先出赢了也不算哦，后出也不算哦，所以先出也不算哦。姐姐不用那么紧张。对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哎呀，宋凤阿姐，你做啲讲出来。几样很多来的。A 哦 A， 咱最上的是系 A 啊 A。那我们红队呢？就只能选 B， 只能选 B， 但我们本来是想选 A。好，答案系 A。耶！会插在茉莉啦。起主的家下，起主的主人啊哈，都容器地图啊，猪也长为色，但是有些猪。没有等到主人来啊，抢着要吃啊，中途便抢接着饲料，比喻讲法母番母公说，主这个接出来，便是途中插话了，令人讨厌。令人讨厌是你家的吗？李斯的情绪太讨厌，学姐。令人讨厌，茉莉毛啦。公雪菜吼，因为这个时间冲雪长好些，令人讨厌。还好。我也爱撩的超好的啊！啊，甲偏向偏好样啊，又表示头油超不香嘛，啊也表示负责粉。啊，这秀都票都两天来嘞。因为雪玲姐在哪？哇！哎呀好诶，一般来讲也要表比人了。张宝，当然爆。啊，因为今日时间关系，我就小先爆一点，分开来看了爆安尼。你不是看？只有粉。曲到的啦。哦。爆一点片。啊，我也两种哦。一皮哈，差不多20克左右诶。包细细杂来就好了。哎，一撒一点，细细点，来放等一下。但是美眉的会比较开量吧？哎，同样，一律平等。一律平等。你就按你同样啦，一般捞一般包。包人家拢冇写得较重要哦。唔係，愛啲講嘢就所以較重要，因為男朋友不能妹妹食重要。你不講素養，幾多本家妹妹上前女。而家未知啊。啊，有人就嚟索起來，就包起來，安尼天咧。哦。啊，揾一層油。誒，較冇人。係，較冇人。係啊。係要油。裝一隻葱喺芡咧。啊，做乜叫做葱葱？啊，因為叫放喺落去焗嘅啊。哦。一層流一層流啊。係啊，而家就係傾落去，嗰一卡落去。哦。哦，也唔辣，就嚟補一些咧。哦。看越包越张，反正这边讲相声，没有这边讲的是光滑面啊。哎呀，这样呢，脱模。哦，有哎，还有模型呐。你洗了有洗眼镜哦。哎呀，哇，好漂亮，很漂亮。这模具哪位卖啊？一般做月饼的拢有。啊，就做成就係安尼，有人做一做好以後呢，人就變到整籠地擺，燒起開始算15分鐘到20分鐘，啊，看起來個燒起又幾大嘅，等佢結天安尼，啊，有人要整好嘅，大家可以來看一下。好，來，好嘅多一片啊！哇！而且它那個煙好像仙氣耶，而家整好就會安尼。淡醬哦！哎呦！啊，真件傻皮咧！還沒已經為老妹給你入來，拿出必殺絕技耶！有這樣哥哥真的很幸福哎。對呀，會做事。以後你結婚的時候就請他煮飯就好了。好累哦，又要當接待，然後要收禮金，然後又要煮菜，又要哭，哎，還說又要哭，自己上台主持。從那邊做啲爆甜面啊，甜面真好食。綠豆啊，綠豆啊，哎，綠豆、紅豆這樣做的。真的。這個是婷婷第一次看哥哥做菜嗎？哎，不是。他每次做的都不一樣。哦，哥哥真的沒有重複，而且他很有天分，真的。對，來，今日黃鶴樓飄客香，安瑤你就後生嘍。它头很难剪。
他说你的头很难剪。你的那个馄饨皮也很难包啊。还有看出来米色啊、面色啊，对你龙沙来讲哦，小 case 啦。那你知道你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来宾，走在紧讲紧走。他手数无停下来。OK， 真紧呢，真紧。好，师傅，你努力好不？你俩是有师傅一个种茶，哦，真的好厉害！有碗酱哦，这根本是艺术品，这可以在故宫卖了。哎，你盘得形容个啥咯？那你就带回去啊。哦，来，感谢一下。试试看很酱哦哈。它有木哇，很香哦。然后 Q 中后吃，我想觉得如何？很特别，很香，很 Q 哎。几分？1到10分？10分，10分，再哭一次。雕刻香，也用啊客家人的口味，一个水不动香动的，而且可以用西谷米哦。哎，对，这吹不动香，咩蛋常用糯米添哦？係應該唔會拉把秋蘭姐，唔係，它會鹹嗎？係啊，唔剛好。謝玲姐，從你一版啊，你應該凍熟絲啊，覺得龍哥做得怎麼樣？我的啊，去冻天爐凍河啊，反應凍河啊，去用四谷米來做。啊，這算創意料理耶。對啊，真厲害哈。我來宣布一下成績，目前累計來看呢，單風吹1分，南吹2分，我們風吹加油咯，好嗎？我比較激動一點。嘿，因為已經整件秀1分嘞。好了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2嘴這等只聽嘅題目，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呢係家家出好菜，兩下呢我們的百寶箱都標到2組嘅前面呢，都在今日我來編出嚟係乜嘅料理呢？等下我數3、2、1的時候一起開蓋咯。好，可以嗎？好，3、2、1，搶開蓋。哦，就是扁食皮。偏西皮，當然就是包馄饨啦。我其實很期待可以包冰淇淋。你會不會包太多了？哦，師傅咧分享一下各自嘅想法好咧。其實啊，吃到馄饨皮，冇一定講一定要用包嘅，也係包東西。對，佐料誒。哎呀，然後比如講，然後煎長條嘅，也係煎馅嘅，嗰去炸出來像嘅加油嘅。去炒櫻花蝦、炒四季豆啊，那櫻花小炒，沒懂好看啊！哇，你會不會給婷婷太多想法了？誒，其實應該人家講我冇講。因為平常來邊來嘅時間，你冇講咁多呢。哎，我就講有啦，有啦。雪玲姐做咧，偏西皮啊，偏西皮做當道料理啊，俺係之前做過客家天板哦，滾天板，很好吃。嘿，滾天板、鹹天板攏做得。所以等一下兩組就來參詳一下各自主持人啊師傅嘅想法，來自己百變一下料理。我唔知道，風吹再稍微跟我們分享一下，也係想法係嘛麼？就是用馄饨皮把花枝漿包進去，然後會有蝦子立在上面。哦，咁今日要用啊偏西皮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鳳梨精裝蝦球。哦，嚟最杯米館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鳳梨嘅蝦球嗬，等下看伊兩炸了，看下南翠兩塊帶來嘅百變創意。好，今日偏西皮按樣辦來處理咧。安尼個客家人嘅個天板吼，撈呀鹹菜，吼去爆來炸，吼韓國爆姜椒嘅，食甜嘅。哎呦，哎呀，看出來米色啊、麵色啊，對你兩炸來講吼，小 case 啦。係啦，太細啦。今日哦，下手莫重創哦，哦對面凍頭上哦。佢結果會高機，結果暗強。冇啦，安尼真緊共拼、共進、共快。那我們最尾一關哦，砰到記到復數哦。好，這一道菜嘅菜名按到乜嘅咧？黃金條。
哇，好有，直接叫黄金条，黄金条，迄黄金块拢做得啦。好，准备一罐的哦，变起来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了，两组队跟正批后赛马上来都算3、2、1，抢开始！来喽！哇，好期待哦！你应该冇看过罗梅做出来吧？因为都是你负责啊。罗梅我啦转来我天数，俺就公演出上来改变中老年，俺就全部转移天数啊，因为我按多做样做。可是妹妹真的好温柔，她有一种高冷感，而且她很漂亮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的意思是，就是你们应该看两个啊。你要是厚厚的讲，我就觉得基因是。我有点压力，我们直接来看。好，来，你们看一下，来，优雅，妹妹优雅，保多点。要不要用剪刀？等一下，剪刀。剪刀杀掉布哦哈。这个可以再减倍开对。好，需要哥哥帮忙吗？这个眼神你懂吗？我可以帮我吗？可以吗？也要聊聊表弟的部分嘛。可以。国强。平常会做菜吗？就除了泡面跟刚刚说煮饭的，就只会这些。但这一道至少有练习吧？他有切芹菜啊。有他在切，就有学拿刀子啊。而且你们家是不是都很白？因为龙哥算很白。龙哥他是刻意晒黑的。有一次哦，我记过，你今天动拍因为有这个师傅今天就会有晒啊。我荷兰写几分之几啊1/8还是1/16吧？是谁？是家婆外婆那边的。哦。外婆的爸爸吧，是不是？外婆的爸爸。还是阿公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大概1/16或1/8了。对。这个，按摩也怕没懂讲。按摩呀，还可以的。很漂亮。没有，还可以。是你很骄傲的啊，在那边。我们聊聊料理好不好？聊聊料理。这样，还是我弄哎。好，博强下班了。还是博强，你先去煮个饭。今天用不到饭。你看那个油要选什么？当然不能。有。太瘦了啦，有血盘吗？婷婷是几年次？我79。婷婷有男朋友吗？有。太好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蓝队做的怎么样。我可以把朱哥带走。我先备料哈，先备好。因为这个要拔完要一段时间。对。哇，牛奶很用哦。请用哦。好，可以了。这样我先包那个先放凉，太烫。那我先包这个。先包银条呢。有可以了。银条。那就不要多了。但是我就好奇，你这个爆香一点点。要怎么把它？边做方进挑呢？我关小一点。我这浓一汤呢？从谁的？刚刚喊出来有调味吗？有，刚才就有啊，放糖。你要加因为它不用加盐的，它本身有咸。酸要加点甜。有咸。对，对。咸出来本来，你客家人全部苗栗人全部做咸出来。那这样子的做法，I记得从泰国地吗？泰国的那个香料煎饼，还没有那种甜切皮的那种薄薄的。一些的枪啊。今日带用到较细条。咱第个选吼用叉子用钳一下。嘿啊。你都用芭蕉甲 Q 哈。你每条姜椒，连每芭蕉。你姜椒啊？是谁给？芭蕉卡摩甜。啊，我呛再逮蒜尾。一个小盘子。小盘子。你要哪一个摆盘的？没有那个不。自己小盘子倒。好，我们等下锅都转来啊哈。好。你遐片面做手工艺呢？哇，今日看起来就当好色当香哎。今日还有小改工地杯有买吗？除了芹菜还有买？花枝。哦，发鸡脚。这个可以卖吗？有包整只虾还带尾的虾哎。黑喏。这个我会买哎。这样一颗要卖多少钱？8郎吧。100块。8郎，100块，会不会有点狮子大开口？要100块倒贵嘞。梦玲一起干走那个理发师嘛，美发师。他是发型师。做鸡球嘞，做鸡球的。医生面。所以你是一出社会就做这一行的？医生也一位。我15岁开始。生谁可是好。你们家的人都很认真。对。你看他这样发型还有得救吗？因为很多人都说他没救。发型还有救。没救了哈。
啊，头很难剪。他说你的头很难剪。你的那个馄饨皮很难包啊。走心。他说你发型很难剪，是表示说你的头型是很特别的哦，所以必须要由特别的人来剪。是不是有一点像尖角的形状？对，有点像。你不开后梳呢？黑老妈妈遗传的呀，黑阿婆呀嘛改。妈妈，哥哥也很厉害，哥哥也很厉害。不知道这边怎么办了？还是我帮忙你一下？对啊，因为它会湿掉。我帮忙，我是队长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哈，我也用两个。所以你们这组4个来宾是？对。现在就定型就好。对啊，因为这炸得出来就好。炸得出来就好。不管它什么形状，炸得出来就好。会熟就好了。对啊。其实包这样很好看。对啊。就像一只鱼的形状啊。哎，你要把它捏好，还是要捏好倒是真的，不然等一下它会爆掉吗？主要是因为阿公头太大只了。没问题。走对啦。可以。好，那我想听坡哦，听坡。我想，如果赢的话可以分奖金，你这边至少要包3条。哦，好，3条。说对啦哈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听坡啦哈，你们慢慢搞。听坡。哦，你还没做哈没了？嘿啊，做哈没咯。姐姐，你的手艺好好哦。真劲啊！因为这样打工哦，你200个大条面就走到安火线，你这样以后社区会更忙那个。真的哦，他已经做1到6了。他哦，当去装模汉。对哦。又做满条，还要空出时间来一家之主。还不能做了抢饮食啦，哈，抢自贡些，所以说他讲那种，哎，你做了卖爱啦。做了卖。啊，咱讲咱用青葱慢嘢，雪玲。对。雪玲咩 Q 用。做本自家饮血。是安尼哦。好分享啦。睇家同快樂記就唔會開嘅。我叫他代班。沒有。沒包含菜。你家包幾個度了嘛？你個甜板。很看我吼，你要很有甜板吼，很有诶，很有糖豆爱得来的给吼提供给我们。哦，我们交友广阔。然后他们家就全部來參加。係啊，都靠你們社區在支撐。我們那很大的社區哦。係咯。我哋是那個大同里的里長王希文家生來的咯。哦，啊，你裝基本性做嘛個冇來咯？冇慳啦，當冇慳了，你係。就應餅下冇慳。畢業季。超美，跟甜甜一樣美。那你講出來就很不舒服。會嗎？這個？好像有一點。啊，你裝基本性做嘛個冇來咯？冇慳啦，當冇慳了，你係。就應餅下冇慳。畢業季。那你知道你是我們有史以來最棒的來賓，走在緊講緊走。係麼？手沒有停下來，他手冇停下來。真勁咧，真勁。啊，主要就係坡道嘅天板邊做。還有小邊是天板會用加小。火花水的。這是最小火。有。最小嗎？嗯。馬年是用都做的愛用百變料理的。哎呀。哦。啊。我就當好看。有乜嘅事情唔愛啊？有啦，咩要唔愛啦？那有可能我特樣咯。啊，唔係嘅都愛啊。冇按沙片啊，嗬。韓國沒做，啲是用到蝦沒做，香沒做。係啊。哎，你忙退休之前做埋條路啊？哎呀，我特別土生嘅呢。哦，都幸福個。帶我自己的小孩啦，帶3個都研究所畢業了。哇！一個留學日本回來。你安冇教呢？咁你就後面婆啊？對啊。哎呦，那有啊，你怎麼不多生幾個啊？愛懂我做，愛懂。因為他雙鳳，他的人生就是雙鳳。懂路路啊，哈。先你會啦，你看該片上。看這邊別別啦。博強，你怎麼還在包？其實博強又越包越順了啦。有沒有覺得想要轉職？這好難哦。可以學到博強，覺得因為要用自己做菜之後，你出去外面吃你會更惜食，就是你吃到人家食物你會覺得更珍惜。哦，對，就是比較不會浪費。對，不會浪費。啊，你很細心哎，你什麼座？還有一個，我猜水瓶座、處女座。他說這樣。雙子座。燒掉它不用浪費啊。其實你有吃夾重一就好啊。這樣也可以，但是可能點起來很醬啊。哇，厲害
太厉害。国强经过这一集之后，他应该会更加专心，专职在他的保险经。而且你的客户看到也会很感动啊。他们叫我做就完蛋了。没啦，他们要是知道说你这么细心，帮他们处理保单也会很对啊，对你会比较放心啦。对啊。他怎么会来个马后？因为里面你不会水分开始走出来的。表示是紧缩的，才会走出来，就可以减起。那个可以的哦。好啦，你要问出讲大哦，开始写喂。好，水木问一下，你都有等下个用班？那么这个什么粉？凤梨粉。所以你们的凤梨是做凤梨粉？哇！哎，我人生第一次看见哎，连龙哥都没有拿出来过的宝贝哎。这个等于是凤梨虾球的变形版。对，2.0版。所以有挑斗地百度撒上去。超美，跟甜甜一样美。那你讲出来就很不舒服。会吗？这个？好像有一点。好啦。好。我们要倒数了。倒数了。对啊。不怕，也挺违章，因为这边至少保底3分了。好，保底3分了。马上来，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看啦！最外面一关用偏食皮做出的料理，来煮较赞的咯。来，先问这个总上厉害，今年同厉害，因为我皮可以了，冲用偏食皮哦哎。先来吃吃看你风吹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厉害哦，里面有规则的下工哦，来吃看红水料理。该凤梨係做粉哦，这可以直接用手拿吧。蛋糕嘅粉呢係凤梨粉哦。好 juicy， 它會爆汁嘅。咱做嘅兩位也真許多咧。冇沒有烤到你。哦，地百度啊。它細啲嘅果，去破下就啲咧，它熟。因为记得有喊碰牌啊，他们很大方，都特别怕卖100个。嘿哦，全部都压丝买走了吧？这个。喂，对。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想要吃我们的黄金条了吧？来，没有金条要吃黄金条。来，吃这口呢。这有鹹有甜，錯冇？所以先吃甜的。紅色個紅色，快快去糖糖，我給烤。有冇你哋批嘅凍樹凍出？我想吃用版的，你覺得怎麼樣？這個它有點酸，那個是第一次吃，我覺得很特別。冇吃過那個鹹菜嗎？這是客家鹹菜，我第一次吃。它裡面那個軟的是年糕，客家年糕，裡面有年糕。博強今天大開眼界呢，有雪豆香板、鹹菜，也吃到客家擂茶。對。不過正經偏食皮呢，有當到種邊吧，睇起來豆腐卡地度呢，咩做來吃做困難吼，唔但請保偏食聽。不過呢，生下來我本師傅來上腦筋呢，頭前呢風吹到南吹係2-1吼，那麼生下來了可以係最背面一關成績很用版咯。緊張了都帶成績很用版人呢，我自己也很緊張。兩個先講3公哦，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也不要刻意減分哦。也不會。莫用大本人家講啊。唔會。好啦哈，來，你風吹搶半分數。4分。加上嘅係1分，總共係5分。5分。好，兩下咱隨時會超過3分是有機會讓你看下最尾嘅結果係用不贏了。哎呦，4分加2分，6分啊！咱隨讓你。現在這樣子不公平哎。用水都做嚟就好啦吼，啊風吹一片也會扣1分係因為。佢可能佢都爆嘅高層，佢冇辦法一刀全部落去炸，所以佢會變成個有的可能已經熟嘅，有的可能慢熟，佢喺過程中可能有一些有差誤安尼，其實係冇辦法，因為整體搭配當好食，佢有海產嘅味絲，當然有下工嘅甜味，扣1分就會因為唔炸高層，可能冇做好安尼啲，冇整體是當好食當好看嚇。啊，南吹一片呢，所以有些大餸就會。因為姜汁只有姜汁，其實就太單純。減分呢，不如買油標姜汁嘅，只有鹹嘅，
倒不如也个含出来年糕反而较好吃。你那讲真要做姜汁饭，倒不如切一些巧克力落去。哦，好，哎，甜就比甜到冲赢的哦，真正当好吃的甜点。哎，哎含冲赢也含出来甜饭，就含到冲赢当来当好吃的较简单料理。哦，就跟我刚擂茶一样，含到哎，啊含到香葱香，所以嘛做有些大蒜，所以口到也一份的。好，谢玲阿姐。凉水煮冻沙皮的啦。走出暗红的百变嘅料理王啊，暗外啊，啊风吹的，今年安尼做咧，我吃到从大爽的系去整面包咧大小不一，因为今年包下软豆的，下软豆的炸，向下炸，佮就会较熟透一啲咧啦。爆浆的，那有爆浆，唔是啊有糖油巴木，迄个冇巴木啦，我一天都爆到较软太多的，安尼会较好处理。米西是冻蛋，那个味道是很大的，还有海鲜的那个。味道是放芹菜是非常搭的，可以卖嘛哈？嘿，可以卖，可以卖，那是红队的，蓝队的呢，跟师傅讲的，唔会查，佮姜汁粉、Q 粉、Q 是很多的，哦，也佮含出包个甜板的呀。其实台版唔是很麻烦啦，唔像我比他讲的，俺讲用堆炸，去炸起来都好诶，成个量程度是有些跳虫的，还有那个姜汁粉做得不用美乃滋，哦。嘿，就这样子，了解。其實咯，真嘅都有一些小技巧，包括用嚟鋪東西啊，還有呢食材用嚟做變化，大家都在看下來學習。好，兩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咧。今日成績呢已經出來嘅，好，不管係全部嘅挑戰，也係同行嘅這個水塘測驗，還有最背面嘅料理，南區最背面呢係得到嘅6分。紅區得到嘅係5分，故所先恭喜南區咯。好，南區係了10屆總冠軍咯，記得得到係3000塊嘅加菜金。恭喜阿姐！謝謝。好，紅區得到嘅係石墨烯不沾生煎炒鍋。哇！啊，這個呢，不管你要煮飯、泡東西，或者是泡緊下嘅這個煮泡麵沒做得啦。煮泡麵沒做得，非常好用。哦，恭喜！那看一下兩位哈，我們真的非常厲害，有愛心沒動會做出來，阿姐攞大家分享今日嘅感想。我感謝我個大同里里長哈，讓我都講報名來嚟啦，啊學到很多東西啦，感謝啊師傅哈，嚟教我哋哈，按住寫什麼嘢？什麼嘢？又傳簽又打頭名啊，轉去做得到立種教台嚟啦。係啦。小等阿姐就買上班呢。托大家的福哈，啊，來兩位來係啊，簡單嚟客家文化嘅甜板誒，落鹹菜啊樣融化哈，是講較古早味啊，係啊。係啦，邏輯不一，按樣傳下來係很重要啊。還有這一集的人生最深刻就食到該辣辣嘅，永生難忘啦，恭喜！三號啦，我看到婷婷啊，T拜參加天師6樣係冇？佢啲參加起來心得，讓白老太分享一下。吃到冬後糕啊，那吃到冬後食的東西。該有嘛？該發鼓勵哥哥嘛？係講佢叫我。你叫啊？你叫。唔吃過多啦。那哥哥係最棒的，哥哥加油。好。酷哎！挺難的咩？要換個位置，加3000給妹妹。沒有啦，啊，聽一下博強老太分享一下這次參加心得。剛剛在包的時候其實很緊張，而且其中有一個沒包好的時候，它會噴，我就覺得很可怕。然後後來就是包着包着越來越熟練。好，其實，在服務客人的時候也是一樣，你要體貼別人的需要，慢慢做中學，對不對？對。恭喜！來，博強幫妹妹拿一下。啊，妹妹要不要給哥哥一個擁抱？你沒有擁抱過嗎？有啦，我們有抱過啊。但是觀眾朋友沒看過啊。讓我抱自己痛，我們也抱一下好了。好，那來，好了，4
什么开始甲叫下来都你节目当中，嘿呀，嘿啊，所以请给放上所有吼，只用阿公嘅老妹吼，自己家里的、外面的啊，都做得来报名参加比赛哦。係啦，你呢節目當中哦，就係個今後嘅時間本，我家人可能當久冇咁樣傾下料理、傾下煮菜、傾下食東西，歡迎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你們家的愛的料理哦。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